甲40外，一个月总赚这2万，我无厝通好徛，只有来洗厝做厝脚。哎哟，喂啊，姑娘啊，你看我是要安怎？等换24个头家无半项会合，嘛捌卖雨伞，嘛捌卖雨满，嘛捌补盘兼补碗，嘛捌搬鱼假鱼盘，嘛捌炭光骨头盘，嘛捌行船过后山，嘛捌去驶自动车。哎哟，喂啊，姑娘啊，你看我是要安怎？那回头嘛已经食甲40外，厝边头尾大家拢要甲我做亲情，肥的、瘦的、胖的、哪会乌的、白的、老的、幼的，拢总带来咸的叫阮看。哎哟，喂啊，姑娘啊，你看我是要安怎？听讲聘金着爱300外。着搁买厝，上无着30-40平大，想起来着免穿啦，免用搁免食。哎哟，喂啊，姑娘啊，你看我是要安怎？回头着食甲40外。其中所看到的，不过是落苦甲拖磨，实在嘛有想要娶一个好某，通搁三甲来做伴。哎哟，喂啊，姑娘啊，你看咱安怎？